请两脚是提杯，前到鞠躬，蹲到鞠躬，两脚是好，脚是好。坐下。哦，弯，零的弯。会使已经是接大声了吼，咱着咱讲师真正精湛的一个慷慨护法心，应该咱拢有保持，变成拢有保持迄个护法心。啊，讲修道如初时，生活便有意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，咱若有护法心，咧生活做主，绝对无困难，绝对会当达成。当回归咱原来伊个是本位，回归咱个本位，就是咱原来迄个所在，迄叫做归零所有拢爱归零，以来嘛是爱复归原点。我较早咧用迄个实验室个技巧，迄个原点复归，你会知影若要开机来时，一定爱先做这个动作，若无会因咧做个动作，一定会走心去。迄叫做啥？护法心。伊若有规零个时阵，你出去个时阵，就咧线下，你拢变，变甲这个安尼变迄叫性。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道，就是有下道啦。护法心就是有下道，有下天理。然后天理对良心，咱讲良心有啦，无良心可能有只嘛无得。不良心无济，无可能有这辛苦嘢。早来叫我早出来，咱拢有分心，拢有回心。咱讲成在人在，成去人无。若无迄个就是咱身躯内底咧起作用，咱敢有可能坐？嘛坐袂了。咱个个嘛说了，退个时阵利用出票，走准备去吼。即马这个时间咧，当然无爱时间。无足谈啦而且来教咱学习一段圣歌，就是咱老师所做的一个歌，把出世，就是雕刻西面法会，西面法会这个最良好花式我还要用。伊即马领在电脑面面，早我已经拢用过电脑讲法面我差不多会迄个证明都无用。因为迄阵我迄阵迄个资料拢有去台底，即马迄个台正，咱是比迄个啥咧？我先念一下啦春秋孙权，治岁元饮水。为何道可地顺，害人是命哩？搞会啦因为我无背来。即道生存怨气，世俗顺真安定。无奈放袂离，日日在繁忙，无暝无日，可比走马灯闪时，有时着烦恼，有时着伤悲。第二段修道真心真意，心中后对，毋通看图地位。三世有修持，一三宝无容易，爱目地去避。何时真理宝贵，由道来发挥。脚踏实地，赶紧入入见光色，莫失去良机，莫失去天时。
因行后面八出世，八出世就是去修伊的一个主题。那么第一段就是咧讲咱的问题，拄咧讲述讲咱的心问题啊，咱心问题。啊，第二段就是咱老师伊的啥咧？伊的课，伊的寄望，伊的希望咱来真心实践。后师长后面就是拄仔讲师讲的护法心。过去间、无数间、未间、演间、无数年，一先之反复用，就是得到诚心合手，唔通叫失去啦，唔通搁将即个良心搁遐放弃。所以讲咧，人伊到尾伊成性，成性命。所以讲咧，这是咱一个这两段重点，我先来做一个解说。那么呢，第一段呢，春秋循环无际，岁月如流水，亲像永白一江。大道无情，运行直远，无情的时间做无情的，就是咧讲一段春秋循环无际。咱即摆敢是迄个啥呢？冬至已经过啦，过啦冬至已经到，就是代表你要到吗？是冬至，我讲唔对的。毋是啊，毋是啊，我讲冬至啦，我讲错啦，冬天已经立冬啦，立冬到，立冬到意思，我咧讲的是冬至是立冬到，就是冬天代表到啦。当然冬至是咱个甲无讲了唔对啦。立冬已经过几多天啊？代表冬天已经到。所以讲咧，若讲迄个骹步时间骹步到的时，拢无声无水，时间到的时流失去。所以讲咧，这个时间的问题，大道无情，运行直远。所以讲大道伊无迄个情感，但是直远咧，伫你记啊咧问题当中，代表时间还是咧走，无停止的。咱若伫迄个连续剧咧看当中，你来看，阮一个也看到迄个囡仔，迄是一个影片的当中，迄个水咧流的迄个形影的时阵，溪流的形影的时阵，代表已经时间，所以伊讲已经过15年，敢是安尼无就经过20年，伊会用安尼代表，所以讲咧，岁月如流水。水啦就咱迄个啥，咱师尊老代甲你启示的，伊个时间就像个水安尼，一直流下过，伊今仔流过啊，伊佫翻头的，伊佫翻头的，所以讲迄个代表伊个时间，伊咧流逝当中，伊无停止。毋过咱拢袂感觉讲时间咧流的当中，像安尼流的当中，是咱岁月一直流逝。早拢少年家，即摆已经开始头毛要到咧混，是无头毛到咧了。较早是头毛乌信是，敢是乌信是咧地缘通通啦这个形象咧，你甲咱代表啥？代表讲咱这岁月已经岁月随人老啦。岁月会随咱老，咱人老了。像一般少年的囡仔，我着厉害，无看尔。你们大一大汉啊！你们讲几岁啊？人讲叫囡仔更较老的时安尼这个情形咧，你甲伊解释讲岁月是这第一段是安尼，有情的时阵就是安那，因为即我拢去改变，只有爱把握现在，这是最了解的。为何图都白水，害人是命哩？伊老师咧甲伊讲为何？两句话一个为何就是讲为虾米？为何？伊毋知啥物原因？咱咧兄弟姊妹，拢还佫伫即个世间当中最生嘛是，毋通知影真实。水就是讲像咱食烧酒水的时候，迄个食烧酒水的当中，你看，平常咱看路边，真
甚至手写的是天水呢，拢安怎，拢伫咧啥呢？拢毋知影江西人讲，甚至咧天水，迄个每顿拢水，因为阮今仔我无时候来食，菜爸爸阮算阮老公啊，早阮爸爸去渡咧球队的时阵，伊对渡来，敢知影？伊无可能我拢无是球鞋手的，照衫转溜，迄手规箱拢举咧，放伫迄电砖头。阮爸爸一工，阮我来出，结果是眠床，去甲请来。你讲大家讲无伊无啉烧酒醉的时阵，无啉酒的时阵，当咧渡咧球队，你看哪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阮爸爸有咱真正甲请来，我了天天醉啊！所以讲咧，人若咧醉的时阵，拢毋知影世事，在东西南北，人讲会失去理智。你失去理智，你就毋知影你就袂当做出正确的代志啊！就袂当头拄互我讲说事实以为啊，以用心做代志啊！所以讲咧，即个悲剧啊，在醉的当中，若要行倒去，知影。我头仔讲来讲，为酒醉了后咧，爱唱歌，袂使做些，爱讲话，还是安尼，话讲袂来，甚至会安尼，做出伊家己拢无法度知影的代志，所以讲醉，袂使醉一世人，即时还可以，若醉一世人，拢规个拢无有人生拢是啥无边。所以讲害人是啥物名利？世间就是名利，害人不浅。为人为情名，为权利的当中，甚至去害着别人，去影响到别人。害着别人，影响到别人是啥物？造业造罪。所以讲咧，咱讲咧，造业有儿孙，造罪安怎？子孙，伊咧对着囝是谁？老师不如老爹。所以讲，等下第二段咧，老师拢会教咱做这个方法。第一段咧就是咧讲，咱世间当中咧，恁行的时阵是安怎太会卖，是安怎会不自然，是安怎太清是非分袂清楚。事实这个名利，真正是，伊利的物件，大家嘛买，名大家嘛买，我爱出名啊。爱阮这是如果讲师讲的啊，对，实在讲的，咱人啊真正身体坎坷，拄着逆境该觉醒。有的人毋免拄着逆境就觉醒，若拄着逆境觉醒还佫还好，拄着逆境业力要处理的时阵，较疼，身对一个在疼的时阵，我要先讲了完啊，安尼佫有，安尼佫袂慢。等个先不知不觉，先到尾啊，一个就拗处位，一个参性命就袂，一个就去的时阵，你看，你讲迄个你讲有机会，我们绝对没有机会，那个都问题。所以当时人咧都咧做，叫人人爸爸人咧时间才会出现，医疗，爱人方面人是调一个尔，人是觉醒当中方面。我爱做咧，我爱做公了关咧，无做咧头前个当中，业界当时要来找着咱，真正毋知影。有形有相的物件，咱看会到；无形无相的业力，咱真正看会到。若是我要找上我们，对因时阵要找着咱真正无法度预测，无法度预知，更加无法度预料，是不是安尼？事实讲诶。爱做会多少？我爱讲咱讲一个迄个，我是无惊着啦。我爱讲咧，咱会当做面啊。这是我发生的，我毕业了，我来做操课啦。我咧，都奇怪，下班来到迄个地桥头叫人去落迄个地桥头奇怪，我就听听伫这路边啊，一台车都用走到这边车倒过来啦。正面咧，来到差不多咱几外遐大盘闪过咧，安尼真正足刺激的，你话讲出来。后壁
边佫对一台，学倒摆哦，迄台学倒摆较听影响的啦，不管是咧佫唔知人听迄落右边咧台拢听迄落一边的，哦，安尼而且有听着哦，即马哦，啊个啥后尾啊未到阮迄个市外吼，啊伫迄头尾去写过，啊边一台车拢无一个过啦，即个当时才听着，啊去头边来，当听着，头前来煞无听着。啊，补一个过，哇！即摆你规车来几落去，实际伊是无啊路，但就边啊过，我感觉，哦，安同啊了了，真正即摆拖一条啦。以后了，以后了边一个头前对面就卖无边个。哦，啊当然哦，所以讲咧，有阵时啊，世间无常啦，啊，无常是实的哦，哦，真正有影歹有料，所以讲咱爱做改革，可能先阮老师傅咧搞好伊个。啊，无对冲你到底真正无当想的，哦，真正就可能对无意义啊。所以讲咧，咱真正是爱未雨绸缪，以物求流。哦，咱讲哦，未开始经的时，爱敦亲，哦，敦义，哦，敦亲喺人生的当中咧，然后讲哦，爱方便的基就是爱做东西，哇，即摆意思是安尼啊吼。所以讲咧，哦，老师你讲，哦。当年讲即个名呢是爱啊，而且你看，伊讲要鼓励趁钱，哦，安尼当中伊讲会讲啊，互你辛苦白听，参你趁钱的机会中，无要追求啥物名呢？哦，只有是爱赶紧，就是爱另外一个转念，啊，赶紧天公着得来补偿，这就是原因啊。哦，啊，你若无钱，无啥会去医生哦，规个家庭，若是拢全退，若是安尼。安尼，全家拢克服伊个心上的当中，你袂趁钱，规个拢倒啊，哦，是安尼啊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真正人有觉察着，所以咧，我专业来着，哦，啊，去讲哦，看做一条天公了缘的机会，我有读书的机会，哦，会当天公了缘的机会当中咧，通来咧回响哦伊个关心世事。即道心存怨气，哦，即道心咧要重，即道心就是怨痛，哦，怨人好，怨人歹，咱要怨就对啊，看人袂顺眼，即嘛拢怨，哦，即道，哦，我迄人足厚咧，我慢慢仔伊较厚，伊心就拢起咧怨恨，即道心就错，安尼嘛应该啊，迄个是咱本来的心，啊，是错发心，哦，迄叫做调高的心。那叫做无比心，它有恶心，哦，三心两意，哦，你起了无好的心，哦，迄个，啊，有迄怨气，哦，怨恨人的心，哦，所以讲，你的心出来呢，会使咱做衰做业，使咱真正有伊不甲其中，哦，所以讲咱爱注意，啊，有阵时啊，咱若有迄个心，哦，迄个心爱改正，然后爱去。哦，爱存善用善的心内面，世俗事情谈钱啊，啊，世情哦，世事啊，到真大意义，哦，真正这无，应该讲感受着啦吼，做袂了，啊烦恼都烦恼袂了，啊插袂了，真正咧，你有感觉无？哦迄是分先生年搁再一年，搁再一年，啊，苦咧也苦咧，烦恼囝无够，搁烦恼孙来斗，哦，真正烦恼袂了，真正有迄个。迄较早迄个明星讲内底一个吴有孙，哦，伊发布叫做一条叫分先生，哦，我头家讲迄条分先生，就是咧分咱家己即个，伊若无遐个物件，咱家己小心，遐物件迄台钉下来分掉的。咱太会行袂出来，咱太袂讲来员工哦了缘，哦，咱拢做地位，在装修的当中，哦，咱拢做地位啦，应该呢，咱一定做对的，做对的选择，哦，做对的选择那对，哦，所以讲呢，应该呢，会叫这物件来绑票，啊，迄个物件来绑票的，看袂开、看袂破的当中，咱真正行袂出来。哦，咱真正一定一定也甲咧定的，到尾啊拢袂紧当，哦，所以讲咧，这个叫啥？哦，
世事牵连啊。即到世人咱拢若无法度放开的当中，爱去带了往生咧，有讲过要带了往生，带了往生后摆要来咧，毋是会当超生死脱的问题，无法度咧，放袂离的图哪会放袂离？如果世事我甲你牵连，图哪会放袂离？多离太会放袂离啊，太无要通讲囡仔放开，咱就是有遐物件甲咱离换，甲咱分掉的，所以讲咧，咱无法度洒脱的，都无法度自在，是不是？迄甲你放掉的当中，就对答袂出来。所以讲，日日咧烦恼，日日拢是咧无应该的代志。你看，老师、师尊、老大爷，咱甲伊讲，应该呢，应该是正确啦，这毋是无法讲的话，这是圣训。老师的意义。因为伊讲了咱世间人，伫世间拢咧为啥物代志，伊看甲一清二楚，甚至咱心内想啥物代志，伊拢知，真正拢知影。所以讲伊咧讲了咱的问题，讲了咱的毛病，所以讲咱爱彻底当中，有诶当中，偷啊拍拍，毋是讲时讲就放开，毋是安尼。因为即摆咱爱啥呢？咱就讲刀工火底爱当长当修的时阵，当然咧，凡事有阵时咱若有兴趣要做，当然凡事当然嘛是爱做啊，当然若有兴趣的时阵，咱爱花一点长时间新加坡啊，是比较来是吧？无阵时咱即马是有咱咧同社会，即马是等于咱去迄个在当时做的，我是我咧去过，我好时间，是是安尼，安尼。BBQ 啦，要用迄上面啊，你行业来，行业是迄个烤煮煮啊啥个，所以讲你看佚佗搁兼营养，搁兼做啦，伊搁做迄个，人讲无下用手的代志，所以讲咧，你看，你较有简单，你无简单，迄是真正无意义的一个选择，实在是安尼，所以讲咧，迄个世上人爱佚佗。有阵时咱是为着办课，咱要去到会时咱以外，就是咱即摆叫做书记，我咧咧讲课，有上一寡同修去，迄真正有意义，是不是？咱是为着嘛是为家己啦，为咱你员工着变讲着对，为着咱的自信提升，你出门当然你出发点是无同，到老师讲迄出发是无同，伊发出来迄心无同款日日咧烦恼，无眠无日，咧讲是安尼，你看，安尼讲衫啦，早阮那个安弄咧无闲，咧讲迄衫，你若逐工咧讲衫，讲袂了，是毋是？做咧世俗事，人看圣人，咱就爱学习圣人讲较早菩萨本咧做诶代志是啥物？你看，迄释迦牟尼佛，伊讲愿，咱讲命哩，伊会当做国王，伊较毋做。伊讲有读过歹，毋是咧。你看国王安做一世尔，若个出客嘛是江山爱用别人，敢是安尼？人伊真正有智慧，人伊王子毋做，以后要继承王位伊嘛无爱。伊声问世老爸是人生有这外口当中知影了，看见咧，这是有智慧一个选择，可以受用。到尾做一个世尊到这时阵开始落来，创新。伊领着兄弟姊妹倒转去，咱老母娘的身边，你看心情，释迦牟尼佛，咱即摆你看人咧庙事，都比咱做国王，敢若伊一个所在，咱比建迄个皇宫尔。但是即摆生生世世，你看2500万年来，你看偌个所在变做伊的庙，咧讲用是毋是？人讲精神不变，人讲精神不变啦。所以讲咧，世俗的当中咧，拢咧对救命，但是圣人佛伊是咧对救命，伊是咧为着重生的生命生死代志咧落用，为着咧救度兄弟姊妹是苦海着菩萨，讲的讲苦海无边，回头无岸，回头是安乐。所以讲咧，咱一定爱回头，袂使去带世间做龙珠啦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咧。无眠无日，靠
可比走马灯的闪示，人生啊像咧走马灯，较早有一首歌吼，人生啊像走马灯，拢转袂去，拢转袂去。像迄无啊心安尼，去无转去无回，而且细到尾，东西南北拢毋知影方向，毋知影要行对去。人生的方向煞啥无了，也无方向。你讲咱拄着讲拢个消息，你咱啊起来刚起来，对即个所在原路爱倒转，咱会当倒去迄个厝，共款啊。较早教务菩萨甲你讲，倒你一条下好路，这是归天的路一条路纹你知影以后，你就爱对即条路行。你若毋知影就毋知影，若知影当中你爱照一条路行。一条路爱行，一条路紧跟大条，快速是毋是？一世修变一世成呢？较袂足紧，较早拢爱修不来势，修袂成，要找道找也袂着。咱即马道互你先找着。头拄刚说讲的咱修几世，三世，咱会当记着迄个道，分几世当中，咱会搁进入一个阶段。咱即马呢当中第一步咱已经达到，记着迄个道啊，找着迄条路一定爱照这条路行。你若讲找袂着路，迄就莫讲。较早知影讲即条是过这个路，应该照这条路回去。咱倒去咱原来一个过法中，所以讲是安尼。忙到时当年的时阵，拢忙人甲你超步，有人甲你带咱教好势久当西方咧，我看人求义不如求己啊。大家互我讲义求，咱甲先求家己，莫求别人。咱讲在一丛较好咧养别人，敢是安尼？咱家己拢有一丛啦。即丛会当互咱承受的，咱来赶紧好去把持。有人是咧走马灯搁拄遮咧伫遐踅咧山有时着烦恼，有时着伤悲。人讲世间有悲欢离合，生离死别的苦啦，事实有影。因为随着时间的到，你相遇落来。即个人啥物咱的亲人搁共样，目屎搁飞面去啊！甲规面看规拍拍的目屎，有咱咧伤心，无面无语搁较伤心。过出哪有路用？无路用啊！所以讲咧，爱知影修，爱知影做，爱行动力，较是真重要。你靠遐济目屎无路用啊，是毋是？因为咱人拢有感情。因为人做伙拢有感情，咱的亲人也当活啊，悲欢离合，生离死别的来，这拢是苦，这拢是苦啦，这拢免不了的。但讲不过嘛会伤情的，像迄大枪啦，像大枪跳起啊，迄大枪因为要讲的代志，大枪迄种规群的有无？伊种若食死，伊就走来遐用迄树枝仔动伊的身躯，迄就是有咱这种感情。天路啦，伊嘛会感恩，伊嘛是有应性啊，只是叫咱讲也无共款，款的一个空尔，身体无共款尔。所以讲，这烦恼就是这，烦恼袂了，若要烦恼世间的代志，永远烦恼袂了。有时就伤悲，有时嘛烦恼，所以讲咱一定爱看会开，看会看。老师是咱太爱业开始，身躯拢看，无啊。即张有无嘛好啊？伊有补，伊讲爱咱命人生来看破、看破，然后看破世事，看起就爱来修炼。进入第二段啦，咱老师咧教咱方法，伊讲修道真心真意，师中好如人。真心真意就是提出咱的真心，提出咱的诚心。过去当中，咱师尊老大。咱上元山，人寿个物件的时候，迄阵咱努力咱做理财，迄个写两字诚心啦，你互咱诚心，诚心诚心，咱一条台湾讲，你都要诚心保守，实心修炼，实心忏悔，诚实啊。较踏实地啦，像迄牛无多一跤的，虽然捌，但是伊
伊步步拢踏实，拢足实在，一步一步拢足实在，所以讲0.8万还是有难到，所以讲叫做诚心感动天，诚心会当感动天，四成之道可以兼备，这是圣人伊讲过的话，伊咱中央大家内底传播，所以讲咧，咱真心实意敢有啊，咱嘛有啊，咱讲初发心。是互迄阵啊，咱祈祷偌久，咱开始就有失败，我嘛了讲着你，是咱太会晓做啊，毋是着诚心，毋是着初发心，互我去到台北，我直接啊，所以两边来拜拜，爱着，互我去，互我行，我袂讲着你，去到迄个中央街改定个名，互我哪可以，咱目前。我就对咱这里比较是我是讲阮姐姐咱大理啊，无来甲招我买啊。其实我不要讲啥物道理，要讲啥物道理，不要讲啊。大人无一定是要讲的，较早咱前者在大人当中，因着一条新心命，先因着一条初发心命，真正我就要顺着道理来行，但是我就比较好，都不会讲，按照伊来拜拜，迄咱人有感情的。咱有感情的时阵，交语言会较会当交流。是咱即摆咧反倒讲爱救人，实际大人救人当中功德出大，咱大人3分的功德，上帝个补助咱7分，靠遮好康的代志啊多1分。所以讲咧，人讲人讲棍万利啊，这功德的当中，啥物人敢抢袂去呢？像咱的财产的财产的当中，我较重要啊。这有人甲抢会去呢？第一场官府，到尾来时，你若无迄个时，嘛无继承人，官府来冲讲你啊。来着水，来着火，有无？来着啥？败家子，败家子捌啦败家子总是交咧上亲的败家子啦。人讲我歹听，我是咧了解咩现象，是咧讨债的现象。较早咱我有听迄个咱咧前者咧甲讲太祖经有一个，把这个判子，但是都不要开钱，不要动钱啊，不要谈，不要开，结果出一个啥，出一个囝来甲斗开，互人袂了解，有了人无了，真正歹了，了袂着，一个名，使开了了，规个开了了，一个名。当我哋要着，一日就甲开了，还开袂了，有时安尼，你看钱足歹趁啊，你辛苦到回老干去趁的钱，你把咧轻轻咸咸咧入死人，安尼一个就甲开了，你看出一个大家子尔，伊的水尾甲讲补较无钱，一个就甲放了，一个就无去啊，所以讲咧，咱要有智慧，来毋是即个毋是即个啥钱银坐较少，较圣人讲的讲，音乐管道是人手，音乐管道，较早咱哪能为了电话，变啊金地板，金甲玉没有管道啦，没有安尼，厝边拢迄个，今年在广播大厅，我是安尼，较早人我讲好了解拢爱安尼看安尼，真正这是咱特别经过之后，音乐管道就是人手，富贵之交，富贵之交是周游出去。当时安尼，你富贵骄傲，到尾你就会知，周游出去，也祸延子孙，哪边都落去就是啊，我就是安尼咯。所以讲迄是无好诶。是基本懂啦，世间人歹啊。但是这种是咱正是咱讲法的尔，咱讲想会到。钱银，有形上这物件拢是咱讲法的尔，咱若看会到、想会到，机会到，咱就体会着。
这是咧互咱接受咱保管的尔，甚至咱动产不动产，这嘛是互咱保管的尔，甚至咧不动产迄个土地，你后摆咱比如狗啊，是甲伊是是有阵时啊税金哦，迄二三税金，土地较济是，迄为囝孙啊，我去继承，我继承我多济钱出去，甲咱继承迄个土地一半，其他的算数的内额，其他的去继承，真正有迄落咧。起码有迄个，迄个地价足悬的哦，即摆伊迄23岁就随着安尼增加，真正有法度的，有法度继承，真正咱真正爱看非常好，上好搞，上好对。所以讲咧，真正这是动产不动产，甚至乎咱长期不管咧，我咧咱咧摸一个半年也是讲，过路财产咱咧写啥啦，咱会当真正咧得到就是爱平衡。咱来分即个公平，咱公平建立咱天顶的银行，咱真正是咱真正的叫实际，嘛，咱真正保佑着，咱的囝的实际，差不多我讲组织银行，组织来当应行顺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唔通惯道而为，三世有寿钱。所以讲咧，唔通惯道而为，爱好好去实践。咱当然咧，咱行这条路上的当中，那惯道而为就是想去读这些啥，读到本来讲，比如讲读高学校，读到3年安尼毕业啊，你看安尼是不是前功尽弃？可惜的代志。所以讲咧，有去注册了后，一定爱坚持到底。读到毕业，读到大学，完毕安算毕业来讲，所以讲一定爱有始有终，那惯道。三世有寿钱，咱过去来来，你看迄个佛陀，咱看佛经的当中，生生世世伊拢咧修持，伊如今做伙说真公主，后日欲仙人，就讲因有天时叫你进欲仙人啊，伊过去是做伙进欲仙人，伫迄个法华经伊有讲，上不求菩萨伊嘛捌做过啊，伊讲看到人讲你是菩萨，你是阮，我骗一头。你笑咧，你是安尼，你讲我是菩萨，讲我是阮，我来知影我是啥？我着人诶，我哪是菩萨，我是阮？因为咱世间人看袂到咱内底迄个中心本性不菩萨，敢是安尼？众生皆有性嘛，所以讲看袂到，互世间人，你这是笑诶，你这我牵镜头，伊哪牵会听嘛？哪走？你嘛是菩萨，你嘛是阮。所以讲，人伊是上不敬菩萨，伊拢时常敬重人，敬重对伊敬重诶，你是阮，你是菩萨，你是阮啊，人伊真正有迄即点就讲咱兄弟姊妹当中拢有一个因缘的自身分，看连咱身躯顶心意内底啦，所以讲咧，所以讲咱来咱记个三宝无容易，咱求得到，一条咱名书一记了。凡是无咱三宝，这三宝就是咱以后的每天的主念的一个正分。咱爱好好啊，好守。毋通一直三宝甲咱作用伊的当中咧，作用伊就比较放弃了，安尼当中这是咱无够意义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咱爱坚持到底，好好来修持。来就是啥？爱改目的去离去。要修改的问题就是讲，咱有目的离去的当中，爱解决。上明天利用以心自证，令以心以是求生自然，就做心三宝消灭。我刚才讲这清净经多处，以清净经高谈。咱就咱偏用，这就是咧去咱的目的。咱有用方式爱去着，这拢是咱心愿，心内这无路用的物件爱去掉，这是咱内心上的一个问题。这是拢对咱无好，这是咱对咱修办道咧的一个来求，爱甲去掉，较对边敢是毋通甲存伫这个心里，毋通做咱的将来，都是真理宝贵，真理，是真理的实现，伊的宝贵就是咱真理的实现。会显露，无做无形上，你哪会出现尊贵？是由着咱人遐千万，
既然天露出来，当帮助你的道是个部分，你看伊个成就法度，咱来看出讲一个真正是对道对咱弟兄妹的关心，有伊个照顾的当中，这就是因道伊身上，真理表现出来，就是对的当中呢，显露出来，感觉讲迄道，迄个对的当中，因真理的一个宝贵。由道来发挥，咱弟兄妹个人去发挥啦。都伫咱家己的身上、心中，咱爱好啊去啊发挥。你看，你若好啊发挥，就成分做主啊，成菩萨啦。当然这是爱靠咱家己啊，靠咱自己，毋是靠人先分，毋是靠咱做事啊，毋是靠咱师尊师母，靠咱家己。到互我讲，咱家己若有兄弟姊妹，家己咱厝的亲戚朋友。这当中，咱会听出实际，我去倒来对倒，就对倒来对倒。未出来想办道的，我去想办法，请伊来想办道，来行咱行这条道路，敢是安尼。若无法度，毋知用啥物方法，请前日者，请点仔书，去咱个厝，来关心，来准备宣传，爱用方法。咱家己袂晓讲袂要紧，有前日者，叫做说会晓讲，请会晓讲的前日者呢，恁帮忙，助咱为助力，当完成咱的心愿，这是上好的一个代志，这是正面，这是不仅是讲做对的代志，比做好更较重要，而且呢，真正是爱落去做，爱落甲投资所以讲呢，真正无爱为题，然后脚踏实地，赶紧建功成。脚踏实地，我有讲，就我有讲过赶紧建功成，这我有讲，老师是希望教育就是爱赶紧成功入定，因为咱600万年是咱成功入定，因为咱600万年来世间的当中轮回，转世当中做一解啊，因为对人对到毋对的代志，做足济咱毋知影。600万年接触济啊，迄讲入定就是你来补偿，讲叫你回养无食，咱爱补偿嘛是毋是安尼？给咱叫人来就来啥来看要怎补补一定要有本钱啊，本钱就是爱摕出来，当然做本钱，爱摕出来要咱交人补，咱若有成功入定，老师会当替咱落去消息，交咱的完全制作的当中落去沟通，互伊。你细念人抢的当中，咱欠命无见，但是呢，来当另外一种方式呢，补偿一个当中请你手洗交关，放阮阮这土地，一条路会有影响心情，安尼，所以讲用咱的当中呢，就是咱老师呢做母亲，咱老师这样子，踏踏实地讲建功立业，就是这叫做本事，有成功立业。本钱当中，毋只本钱咱当条件讲条件，若无当中，一时人心来就无机会，修行上建功立业的机会嘛拢无。若失去勇气，若失去迄个机会当中，当然呢，意思讲叫咱若失去迄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才好把，细时要细时，当然咱来付出。爱努力，毋通失去迄个天时，天时若不会当中，后摆万世间对过来老师讲，后摆咱对有这个信心，去修行办道，去求道，有可能嘛？无一定呢，无一定有来世呢。所以讲呢，来世当中无一定做人呢。你爱想安尼，爱想呢。所以讲言行方面，把握处事，言行方面就是讲义行方面，在方面。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。所以讲呢，这段大概就是呢，老师的一个期望，一个取许，就是爱咱成功入定，爱咱真正落去心开始身体，爱无爱，好啊健康入定，慢慢呢会当呢，消化改变广泛各患围绕病啊，教好势规是真正是安尼咧教好势规个。
是讲唔茫别人讲讲，你甲我带啊，我毋知影你甲我带到到，迄个真正我讲带到迄个会创无说带到某某里，有可能甲你带到西方，咱毋通有迄个想法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讲呢，都是过你行，你爱家己行。路好你知，你爱家己行，对，所以讲呢，你8年啦足简单。这首歌呢，当然呢，我还有10多分的时间，当编学来紧，还要学。这首歌